怎么穿成这样啊？赶紧上床休息啊！日本人昨天轰炸上海，战事很紧张，不知道要打多久。孟老板人呢？他人呢？不在啊。在这种时候，他怎么能够丢下你不管呢？我没有打掉孩子，我从医院跑回来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害怕了。那孟老板呢？他怎么说？我跟他说，我怕疼，但他还是逼我，我就跑了。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傻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不已经都说好了吗？就疼那一下，疼完了以后什么都过去了。再说了，孟老板真的对你不错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？现在的世道那么乱，他要是真的不管你，你找谁去？你说，哎呀，我说你什么好呢？我还没着急呢，你着什么急？当初骂他的是你，现在说他好的也是你。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是为你好。他现在是你的男人，你得抓牢他。干什么？去找他，向他赔罪，说你一定会打掉肚子里的孩子的。我也可以求他，跪下都可以，可是他不能管你。妈，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听我的话，妈是为你好。你要是真的得罪了他，你就没有活路了。妈求你了，妈，妈。苏小姐，我们找孟老板。孟老板不在，他说这几天不来上班。他没说什么时候来公司吗？他没说。他会去哪里？先有事儿找他，麻烦你帮帮忙吧。对不起，我也没有办法联系上他，我没办法管住老板。他一般会去哪里？苏太太，我真不知道。妈，我们回去吧。如果你见到孟老板，务必转告他，告诉他苏小姐知错了，他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。苏小姐你好，孟老板这2天来过吗？这2天没有看到了，要不要帮你安排个位置？啊，好，那您随意。
你跟孟老板经常来这里吗？来过，不是经常。苏小姐，您是来用餐的吗？我是来找人的。孟老板这几天来过吗？孟老板已经很久没有来了。好歹也吃几口东西吧。等他回来了，你都熬残了。你还不死心啊？他不会回来了。他已经被我打跑了。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在跟你怄气呢，他会回来的。以前生气也是有的，可这次他彻底不要我了，白梦之也不让我养了。我真的像块破布一样被他甩了。他就住在这儿吗？妈，我想回去，我不想进去了。他是你的男人，你要是不把他争取回来，你就真的完了。可我害怕。厅长，害怕也要去，抬着头进去。你肚子里有他的种，事到如今，你只有为自己一搏了。请喝水。谢谢。苏小姐，坐。苏小姐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见见孟老板，他在吗？真是不巧啊，她这几天不在上海。他不在上海啊？那他去哪儿了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他那么爱四处乱跑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苏小姐找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不在，我可以帮上忙吗？我怀了他的孩子。
上的船票已经订好了，我们这些天就要做好动身的准备。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要把公司的事处理好。吃点东西吧，啊！我不饿。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起来，趁热喝点红枣粥，补血的。啊，那。你别打开！你别打开！我不想见光。你就这么躲着，能把麻烦躲过去吗？赶紧把粥喝了，喝完了跟我回家。不想回家。你还想等他吗？你觉得他还能回来吗？日子一天天过，你这么等着，肯定不是办法。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一个医院把孩子做了吧。我不要去医院。你真的想把孩子生下来吗？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下来，他是个孽种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绝不能生。你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我知道，你也只能冲我撒撒气了。我不跟你计较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回到家以后，先用清水起泡10分钟，然后呢，煎熬至少1个时辰。这服下以后啊，不出1天，肯定是浑身一身轻。就这么简单吗？你不是还没到3个月吗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这都是祖传秘方，是不算乱给人的。你既然要来到我这儿啊，就应该相信我。
不想喝。来，快。不喝不行。那。这是什么汤啊？太难喝了。这是鸡汤，我里面放了点中药。你最近身体不好，帮你补补。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没事的，忍一忍，一下就喝下去了。我不想喝。乖，喝吧。干嘛非要我喝呀？我说了我不想喝。不喝也得喝。你要是不喝这个汤，你的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要是喝了它，什么事都没了。乖，喝吧，喝，喝。什么意思？这汤里有什么？别问了，喝吧。我没有害你，我是为你好。这个药很灵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我疯了！你不要再逼我了！一会儿你们先去码头，你不走吗？我还要回一趟公司，有一份重要的文件，忘了拿。让小宋陪你吧。知道了。
老板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好，你找哪位？孟老板呢？他们一家都去香港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一会儿了。外面风大，进舱吧。你先进去吧，我想再看一看上面。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。你还有什么舍不得？想进舱去。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你不要撞死啊！你为什么不撞死我？神经病！你为什么不撞死我？你为什么不撞死我？你疯子！我就是疯子！神经病！你为什么不撞死我？你撞死我呀你！干什么干？走！干什么干？走！你上来！走！跑去哪儿了啊？他走了，去香港。谁走了？谁呀？好点了吗？
想喝点粥吗？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熬点粥吧。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还有药吗？什么药？你之前买的打胎的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听你的话，我要喝了它。能不能再快点，师傅，快点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再坚持一下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坚持一会儿啊！你醒了。孟老板呢？我想见他。你去把他找过来。别说话。你现在很虚弱。我想见他。他不会来的。你的孟老板，你说的，已经去香港了。他会回来的。现在孩子没有了，他不会生我气了。怎么了？怎么哭了呀？你应该高兴的。我是巴不得不要这个孩子吗？孩子还在。怎么可能？我把药都喝了呀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孩子没有被打掉。你真的比我厉害。说明他命大，我们就留着他吧。把他留下来。
我们还是回家吧，回家方便一些，还能给你做吃的。你回去吧，我不回了。孟兰白到了香港，要是写信回来呢？谁呀？你找谁？我找苏小姐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这间房子的租约到期了，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，就得交下半年的房租了。孟先生，不是已经交了1年的房租了吗？孟先生是交了1年的房租，可是前段时间孟太太来了，她说这个月要退租，而且把余下的钱款都拿走了。再过3天就月底了，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，就得交钱了。以后要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就不要出门了，免得招惹事端。家里需要什么跑腿的事儿，就交给我去做。钱，看看是谁？我在厕所。哎，你好，这儿有个叫苏贤的人吗？我就是。有你的汇款。哪儿寄来的？香港。怎么没有地址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的老朋友吧，也可能是怕你退回去，就不写地址了。来，在这签个字吧。对，好。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好，再见啊。停下！苏贤，少总，请稍等一下。苏贤。
你这是要报复我？